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盐历年的前董事长陈启玉涉嫌着公地弊案，这个检察官是申请收押，反伊甲放回去，检察官佫提出着控告，结果是控告成功，要佫甲传唤的时阵，就找无人咯。台南地检署11月初4发布着通缉，经过8天到昨，这个刑事局总算来公布着查缉的专刊，但是陈启玉这个通缉的相片看起来真少年，甲即摆差真多。台南地检署甲刑事局讨论了后，决定换相片，要换陈启玉最近的相片。被通缉的台盐历年前董事长陈启玉的通缉相片总算公开啊，是讲这个过程可能质疑讲拖伤久。台南检调侦办台盐历年公电弊案，22发动诉讼，23家法院申请羁押，包括陈启玉等几个人。地院法官认讲证据不足，24拍回申请，25检方提出控告，11月初1。重新开羁押庭，陈启玉无到庭。台南地检11月初4发布通缉，11月11刑事局查缉专刊出通缉相片，为发布通缉到通缉的相片被刊出来，前后有8天的时间。刑事单位跟地检单位随着科技的发达，应该要将这些资料越趋完整的来准备。刑事局回应讲，配合台南地检署的书记官的作业，台南地检署表示讲，一切作业程序符合规定，无前着，是讲被质疑的要陈启玉这张通缉相片。这张这么帅的照片，不知道是要帮他相亲，还是真的要找出陈启玉？照片是不是真的变成骗子的骗了？来看2021年初出席台盐历年活动的时，伊的头毛已经白铺啊，掩过伊的通缉相片却是乌闪闪，感觉上真少年，袂输是14年前陈启玉做副市长时阵的相片。一张通缉相片引起争议，台南地检署专案小组甲刑事局讨论后，决定换陈启玉最近的相片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